兄弟啊，我前甲恁讲话，无掠恁做属神的人，是做肉体的人。踮伫基督是做婴仔的。我要用年饲恁，无用美牛，因为恁情袂堪得，到今要袂话，是恁要趁肉体。恁中间既然有怨妒、争钱，敢毋是趁肉体，照人的款来行嘛？因为即个讲我属保罗，迄个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敢毋是趁人的意思吗？阿波罗是啥物？保罗是啥物？是恁所对因来用的册用，照主所赏赐逐人的。我在即阿波罗压水，独上帝予伊大长，安尼生在前的压水的，拢袂算得少，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拿定。在前甲压水的是一样，若是逐人照家己会着磨，要得到家己的工钱，因为阮是上帝当着磨的，恁是上帝所造的园，上帝所起的厝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角色上帝同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顶礼拜讲道，我有讲到信心，嘛讲到讲耶稣已经求爸上帝将信心赏赐予咱，所以咱是有信心的人。毋过伫了后，有一个姊妹走来找我，伊有一点仔困扰，因为伊信主真久，但是伊较感受袂到讲，亲像我讲的，家己是一个属灵的人。我想咱中间若是有安尼想法的，咱可能嘛爱做一个健康检查。平常的是，咱会感觉讲咱的身躯有淡薄无爽快的时，咱会紧去找医生，望检查出咱的毛病，会当对症下药。同款，咱的属灵生命若无烧无冷，咱哪会当继续放伊伫遐嗨惨咧？所以即是咱有一个属灵的见证，咱家己会当来检查看卖。第一项，咱来检查咱敢有属灵的感冒。即个症状就是讲，咱会心冷，无想要振动，真野生，无想要来教会，对任何代志拢无兴趣，感觉做基督徒就忝的。即个病有潜伏期，若无好好处理，会延长真侪年，并且你可能有迄个厌世的态度，即个态度嘛影响周围的人。第二是属灵的耳孔重，即个症状就是讲你骄傲，感觉你无需要上帝，相信人一定赢过天，真惊吓，因为罪来惊吓，听见上帝家己讲话，内心有苦毒。掠条过去的伤害、怨恨，就听袂见上帝，嘛无较无上帝，嘛无继续伫遐追求上帝，所以自然听袂见上帝。搁来是属灵的青迷，就是咱的目睭互红看，真侪代志咱看，但是看袂见。咱群体人，咱造神，咱个人对人的崇拜，用人来取代上帝。我靠家己的聪明。咱嘛感觉讲，我若无看见，我绝对袂相信。真短视，甲看见目前利益、耐性，毋愿意听候，拢是走伫上帝头前，并且若拄着压力，就立刻反弹，无祈求上帝的心意，无法度忍受无完美的状态，无相信上帝带领。若祈祷上帝无应允，伊就感觉讲啊，上帝无听我的祈祷，上帝袂记得我。就无愿意继续祈祷，并且家己来解决问题。另外一种是属灵的过路，就是讲伊无因到袂记你服侍的对象甲服侍的理由。若看见其他的基督徒无要服侍，内心嘛真无爽快，感觉家己真孤单、真无助，感觉家己足辛苦的，凡事拢家己担起来，但是较无将重担来交托互主。另外一种就是属灵的忧郁。这个人虽然信主真久啊，但是拢是伫遐吐气，伫遐真无欢喜、无喜乐，活敢若是无上帝共款。
所以若天落落来，所有诶代志伊拢家己去担，摕今仔日的稳定去担，明仔载会才会担。所以伫遐咧遐想讲，我要食啥，我要穿啥，感觉讲钱永远无够用，伫遐来要讲我未来发展是安怎，然后就真恐惧。另外嘛有属灵的糖尿病，就是敢听道理，但是无要行道理，吸收真侪知识，但是活袂出迄个有主的迄个活命。敢若追求俗世成功或者成就，但是毋是去追求上帝所看的迄个上帝所欢喜的安尼的成就。咱的信仰可能是聚焦伫个人的财富、个人的健康，上帝予我真侪物件，但是忽略讲我生命中间我爱去付出迄个义务，也是忽略我生命中间我所承受的迄个苦难。兄弟姊妹，看到即个见证，看到遮个镜头，你着几项咧？我家己安尼见证落来，我嘛感觉我着几啊项。但是着遮嘛毋免烦恼，因为这毋是绝症。上帝嘛已经互咱药方，亲像上帝又甲咱讲，咱爱读圣经，咱爱去观察上帝的创造，咱爱用安静谦卑的心来恳求圣神的提醒。咱爱承认家己是不足的。咱来伫基督的中间来交托，来听候上帝。咱爱有适当的休困。虽然咱遮看起来，咱会感觉真老调重弹，毫无创意，拢是共款的物件嘛。但是遮个千年不变的药方，确实会当解决咱头拄仔遐个镜头。但是你敢愿意去试咧？你若愿意去试，才会当看到伊的效果。所以，仰望咱无论咱信主偌久，咱伫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咱拢爱来查看咱的属灵的状况。因为若是一个无健康的属灵的生命，你无对症下药，你搁安怎家补嘛无路用。但是咱若是健康的，虽然咱无亲像别人发展遐尔紧，但是咱嘛会当慢慢啊成长。咱就会当脱离迄个属灵婴仔的阶段。毋过有一个问题，咱敢袂当一直停伫婴仔的阶段？做婴仔真好呢，口就有人甲你抱，腰就有人甲你饲。哦，咱若会当一直伫教会，互人栽培，互人照顾，安尼毋是真好吗？这就互我想到一个名词，叫做“躺平世代”。什么叫做多互病？躺平，这是对2021年开始伫中国流行的一个网络的用语。这是你讲对1990年到2000年前后，差不多是20几岁到30通岁即层的少年人。为什么讲因是躺平世代？因为因对现实真失望，所以因选择多互病。上具体就是讲，遮人定定活头路，因无要买厝，无要买车，因无想要谈恋爱，无想要结婚，无想要生囝，维持上低的生活标准，有物件通食就好啊。好佳在，遮人的爸母也有能力会当来饲因，所以真侪人宁可一厝里做迄个啃老族。其实毋若中国。伫其他国家嘛有共款的情形，共款的形容词伫形容遮个人。所以咱知伫日本有简居族，就敢若甲家己密起来共款。即个简居族，因是几啊个月会当无离开因的房间。食饭的时，伊的爸母将饭放伫伊的门骹口，伊开门将物件摕入去食，佫开门将即个碗放伫门骹口，然后妈妈就会收去洗。但是我想，毋若是台湾哦，毋若是日本哦，伫台湾嘛有真侪安尼的青年，因下班了后，就是带着因的耳机，密伫因的房间，开伫电脑的头前，用手机仔的头前，其他的代志因拢毋免做，因为爸母会替因做好好。但是我想，无论倒一个国家的爸母，若看见家己的囡仔是变做安尼，内心一定嘛是非常的无奈。但是，咱的信仰咧，咱的信仰敢嘛是一个多互病、简居族，还是啃老族咧？
咱的人生无想要进步，咱敢若想要得到，无想要付出。特别伫即种后疫情的时代，真侪人、真侪代志，包括咱人生的起造，咱拢停落来啊！疫情真做咱停留伫原地一个上好的理由。但是我想上帝若伫看，伊的心敢嘛会非常无奈咧？敢嘛会为着咱遮属灵的婴仔伫烦恼咧？所以今仔日伫咱经文的一开始，保罗提醒遮个哥林多人，因的信仰爱成长。保罗伫遮讲：兄弟啊，我前甲恁讲话，袂话掠恁做属神的人，真悲哀呢。一群信徒，但是保罗讲：我袂当甲恁掠做是恁是属神的人，恁是属肉体的人，踮伫基督做婴仔的。我捌用你饲恁，无用米牛。因为因以前要细汉，所以保罗用捏饲因。但是现在咧，因要是袂当食米牛。所以咱看见哥林多教会信徒因的信仰的状态，就是一个婴仔，要是一个婴仔。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伊第二届宣教旅行的时所起造的一个教会。迄时差不多的时间是公元50年到51年安尼的时间，但是保罗写即张批的地点是伫伊第三届的宣教旅行中间，伊伫以弗所迄个所在所写的。为虾米保罗会特别写哥林多前书即张批互遮的人呢？因为迄当时保罗伫以弗所，所以有人对哥林多来到以弗所，甲保罗报告讲。伫哥林多内面教会真侪问题，伫遐有人冤家，有人伫遐相争。当时哥林多教会因嘛有写批来问保罗关系一寡教会内面的问题，所以保罗干脆就用即张批来劝勉因，来回答因的问题。但是若是一张批尔，保罗伫这期间有3摆访问哥林多教会。有4摆写批互因，所以咱看见即间教会是一间互保罗非常挂心的一个教会。但是保罗遐尼济届伫遐来起造因，因的人生敢有进步咧？无，因的生活、因的行为敢有改变咧？无。所以保罗讲，因要是一个婴仔，敢若会当树啉，但是无法度来食米牛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教会内面有罪的问题，这无奇怪，因为咱拢是一群罪人，教会是一群罪人造成的。咱虽然已经得救，咱虽然悔改，但是咱犹原不断地犯罪。所以讲，咱若是想讲一个教会组成的人，拢是一群真诚实、真老练的基督徒，但是咱看见安尼教会嘛是有问题。所以，咱就会当想象，一个若拢是属灵婴仔组成的教会，迄个问题会有搁较侪吧？所以，伫保罗即张哥林多前书即张批内面，咱看见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是啥？因看轻十字架的道理，因的道德败坏，因信徒伫遐相争，伫遐相告，因的信仰的生活真混乱，甚至比无信的人搁较歹。所以保罗互因一个解决的方法，保罗提出一项物件，就是福音。这个因所看轻的福音，是耶稣为着罪人死伫十字架顶换来的。但是因为耶稣是上帝，所以伊会国活，显明伊是一个神，并且这个国活嘛带互愿意接受的人有气力，会当去离开罪，会当活出神的百姓的模样。所以对保罗来讲，福音毋是讲咱听了心情真爽快、真好，安尼就好啊。福音爱带出一个行动，福音爱影响咱生活内面所有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福音应该爱影响咱的生活。咱袂当做礼拜时是一种人，但是离开教会了后，佫是另外一种人。咱等一个注意。咱礼拜上尾一个定数是啥物？
毋是散花哦。散花的真一个定数是啥？诚恳。为什么咱需要诚恳？就是希望讲，咱伫教会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后，咱会当影响咱家己，并且咱会当将即个影响力带出去，伫咱生活四周围来做光、来做盐，会当发挥迄个影响力。所以咱毋是讲啊，我秘伫耶稣的厅内面，我秘伫恩典内面真好，我要永远诚做一个婴仔，我要享受即个厅，袂当。咱爱长大，咱爱进到食米粮的阶段，食米粮，咱才有气力，会当抵挡咱生活中间逐样的试探，咱才会当活出一个性格有影响力的生活。过来，保罗提醒咱，袂当用世界的方法来服侍上帝。世界的方法是啥物？是做伙合作吗？是看别人比家己优秀吗？若是安尼，世间就袂遐尼济冲突。所以保罗指出这人的问题是讲，恁要趁肉体，恁中间既然有万道三钱，兼毋是趁肉体，照人的款式来行吗？因为即个讲我属保罗，迄个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兼毋是趁人的意思吗？咱看到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因内面有万道，有三钱，这甲世间的人是共款的嘛？安尼，敢有理由，敢有意思来成做一个教会，成做上帝属灵的一个囝儿的团体咧？无嘛。所以保罗伫遮用即张批来骂因，来责备因讲，恁袂当安尼。顶礼拜咱有讲到讲，哥林多教会信徒，因是真好辩论的，所以因正甲，互甲其他的兄弟姊妹伫遐正甲。若是无欢喜的，我就结我的党，我无要甲你做伙。所以伫一个信仰团体内面分派结党，所以咱看见即个人用世界的方式伫遐造成教会分裂。但是可能有人会想，既然教会是伫世界内面，为什么袂当用世界的方式来做代志咧？安尼毋是较进步吗？毋是较符合世界的潮流吗？但是一个信仰团体，若敢若将耶稣藏伫外面，做排场、做门面，互人看，但是内部去是用迄种世界方式，就会产生真大的危机。这间教堂是美国加州的水晶大教堂。这间教会非常出名，因为伊会当一个时间，共一个时间，互2800个人伫迄个教会做伙来做礼拜，所以非常的大。伊的外表是用超过1万块的玻璃去搭起来。因教会内面嘛有一个管风琴，是世界排名第5大的管风琴。但是一间遐尼大的教会，竟然伫13年前，就是2010年的时宣布破产。了后，这间教会互天主教买落来，所以你即马若去加州，会当看见的是一间天主教的教堂，毋是一间基督教的教会。起这间教会是一个叫做罗伯特·舒勒的一个牧师。原本伊出来传福音的时，伊是借一个露天的电影院来做伊的教会，但是了后会友哪来哪济。伊就梦想伊要起一间教会，但是伊无要起一间普通的教会，伊要起一间人间的爱殿堂，但是伊无钱，要哪来建堂呢？所以伊就用伊商业头壳来募款。伊将即个教会每一个玻璃定价500块的美金，来要求美国人来认养。但是伊的建堂需要2000多万的美金呢，伊的教会无遐尼侪人是要安怎呢？伊传播的迄个想法嘛出来啊！伊将伊的讲道做一个电视节目，将家己塑造是一个名称的迄个形象，就放送到全世界。伊的讲道的迄个风格，互人感觉讲非常积极。就是讲，你只要努力追求上帝，上帝一定会互你事业成功，互你的家道真丰富，互你的逆境、你的苦难拢总会无去。只要你努力追求上帝，上帝一定拢会互你。
伊安尼一个讲道的风格，就是咱即马所讲的成功神学，就真成功来奉送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。但是嘛，有真侪神学家认为讲，伊的讲道是确属伫异端的迄个方式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伫遮咱兄弟姊妹，咱即马上网听讲道，看遮节目真方便，但是咱嘛要有智慧去辨明，到底什物款是真的真理，什物是假的遮的道理，咱拢要有智慧来分别。所以，伊的讲道节目伫全世界，就互全世界人拢知影讲伊要建堂，所以奉献就一直入来，奉献一直入来，无半年的时间哦，伊1万外的桶仔拢总来募款，募着款啊。所以伫1980年，即个教会建堂完成。但是我讲着，伊伫13年前来破产，一间遐尼大的教会哪会破产？原来伫伊的家庭内面嘛上演即个世间的代志。伊的囡仔伫遐三井，为着想要做后一任的主任牧师，伫遐三井。所以即种负面的消息，就互即个奉献拿来拿少，演变到因无法度来支付即个教会的经费，所以教会破产。罗伯特牧师嘛，互伊的董事会来开除。所以咱看见，伊用世界的方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内面，咱袂当干那找求世界的方式，咱来找求是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带领。因为世界还世界，上帝的事还上帝的事，这是两个国度、两个国家的观念。教会事工拢是上帝的，毋是咱个人的事业。咱爱尽心，但是咱无迄个所有权。咱爱尊重上帝的主权。当咱尊上帝做主，咱迄个得失心就袂遐尔重。事工是毋是有效果？咱嘛相信上帝有伊的时间，袂将迄个责任担伫咱的身躯顶。咱若尊上帝做主，咱嘛袂甲人去比较，袂当真快乐使用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恩赐去服侍。当咱尊敬上帝的主权，咱嘛袂流连伫人的恶扰、人的掌声。当咱尊敬上帝，咱嘛会相信上帝所欢喜的，是咱愿意将家己交伫伊的手头，来听候伊的做工。有一个画家叫做贺干拿，伫伊出名了后，伊就将住伫庄脚的老爸接到伦敦去甲伊住。伊的老爸伫少年的时是做一个错柴的工人，但是即个老爸真爱捏土，所以伫伊退休年老的时，伊就常常用土来做真侪物件。但是等伊的年岁哪来哪年长，几啊年过去，人哪来哪老的时，即个老人的手无法度亲像以前遐尔啊灵敏，所以伊就常常看家己做即个土的器具，伊拢无满意。常常看到安尼的物件伫遐吐气，感觉讲哎呀我老啊，我无路用啊，伫遐忧闷。所以即个贺干拿非常疼伊的老爸，关心伊的老爸，伊就发觉伊的老爸的心情。所以伫每天暗时，伊的老爸去困了后，伊就将伊的老爸所做的物件摕起来修正，修到满意为止。所以第二天，即个老人一起床，看见伊昨昏所做的物件，敢若无我亲像我所想的遐尔啊歹哦。虽然看起来无亲像真完美，但是我感觉嘛不遮好呢。伊规个人就安怎真快乐，真喜乐。兄弟姊妹，即个例是甲咱讲啥？就是上帝要互咱经历的，就是同款的情形。虽然咱的能力有限，甚至咱嘛无满意咱家己的手所做的，咱看做讲，敢若无算得是啥物。但是只要咱愿意将家己交互上帝，伊就要用伊迄双互定过的手来调整咱的所做，互即项事拿来拿完全。落尾，保罗有提起，
既然教会、既然事工拢属伫上帝，安尼管理的人就无啥物了不起。所以伫第5节到第9节，保罗讲，伊甲阿波罗因两个人，不过是按照上帝互因的恩赐去服侍，但是会互人成长的，会互事工成长的，只有上帝那尔。伫遮甲咱讲两件代志，大先，你个人真大的迄个功业，无算你是啥物，所以毋免伫遐定定来讲出来。第二，咱每一个人拢有特色，所以咱需要合作，做伙服侍上帝，毋是互相攻击、扭后骹，诚做福音的窒碍。伫200多年前，伫意大利南部一个真偏僻的庄脚，有两个感情真好的朋友，一个叫做马里欧，一个叫做安塞摩。马里欧是地主的后生，非常聪明自信。但是这个安塞摩的老爸是做鞋仔的，补鞋仔的。这安塞摩伊嘛无啥会晓读册，所以这安塞摩对伫马里欧非常的好，甚至到伫有一点仔崇拜的地步，伊感觉讲伊的朋友哪遐尔好。所以这两个好朋友定定做伙分享因的梦想。这个家境真好的马里欧，伊以后想要做一个伟大的讲道家，所以伊拢甲伊的朋友讲，我上需要就是我的好的口才。但是伊的朋友安塞摩就甲伊讲马里欧，我以后每一工拢会替你祈祷，求上帝互你有好的口才。这个马里欧听了就笑出来。伊讲：“哎呀，我非常感谢你，但是我更较需要的就是要好好研究迄个修辞学。”无偌久，马里欧就进入修道院，但是这个安塞摩非常少年伊的朋友，嘛决定要入去同一间的修道院。但是安塞摩伊无身份、无地位、无读册，所以伊只会当伫迄间修道院做一个劳动的修道士。就是伫遐照顾精生，伫遐种田、种花，才会工课。并且嘛，因为因的身份是无共款的，所以这两个好朋友，因真少机会会当见着面。几啊年过去啊，这个马里欧修道完成，伊准备要徛第1届讲台。就伫前一暗，伊行过修道院的花园，看见一个人伫遐，原来是伊的好朋友安塞摩。安塞摩就甲伊讲：“马里欧，上帝甲你同在，明仔载我一定在场替你祈祷。”第2天，马里欧徛讲台，伊对台顶看见伊的朋友即个安塞摩徛伫迄个条仔骹，所以即个马里欧感觉受到鼓励，伊就讲啊非常的精彩。渐渐伊的讲道出名，真侪人请伊去讲道。但是每一届，伊拢请求即个院长，互伊会当带着安塞摩，甲伊做伙去。所以这两个人因骗行意大利，马里欧神父哪来哪出名，后来伊变做主教，享受真尊贵的生活。但是伊的好朋友安塞摩就伫边仔服侍即个主教。毋过即个马里欧主教哪来看袂起伊的朋友安塞摩？伊感觉讲伊不配做伊的朋友，甚至伊嘛无啥要甲伊讲话啊。有一个主日做礼拜时，马里欧主教伫遐讲道，但是伊毋知影是啥物原因，伊感觉伊敢若无亲像以前安尼遐尔有力，伊感觉伊的心神有一点不灵。伊用台仔下面一看，竟然找无着安塞摩。伫讲道煞，伊马上吩咐人将安塞摩带来，但是有人甲伊回报讲，伫1点钟进前，即个安塞摩已经过身啊。原来安塞摩进前就破病真严重，但是伊惊伊的好朋友烦恼，所以吩咐人毋通甲主教讲即件代志。马里欧就去到安塞摩的房间，看见伊的好朋友穿着迄领平常所穿的迄领破的修道士的衫。倒伫一块房的顶面，马里欧就问边仔的人讲：“安塞摩平常时拢伫做啥物？”因甲伊回答讲：“伊平常真无闲伫服侍主教，
有当时啊，嘛会找囡仔开讲，会帮赞一寡乞食，另外伊嘛会祈祷。其实做工的修道士毋免常常祈祷，所以每一届安塞摩伫遐用真长时间伫遐祈祷的时，伊的朋友拢感觉讲：你为虾米要祈祷？咱做工的修道士毋免定定祈祷啊。但是安塞摩拢笑笑回答讲：我是为着一个朋友。哇，马里奥听起遮个人安尼讲的时，伊内心感觉非常见笑。这几啊年以来，伊太过骄傲，伊无想到讲伊会当讲道，遐尔有果效的讲道，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不断地替伊祈祷，一个真会晓祈祷的大主教，一个真会晓祈祷的修道士。但是修道士衷心的祈祷，确实支持即个讲道，互主教的讲道会当造就真侪人。但是，当骄傲会做出来，不但是互甲咱同工的人受到伤害，并且无好的见证。最后，保罗提醒咱做事工拢爱用耶稣基督来做基础。咱服侍上帝，袂当有其他的目的，咱干那会当为着耶稣基督的荣光来做。并且虽然别人看袂出来，但是咱嘛爱尽心尽力。将上好的献予上帝，就亲像咱献上金银宝石。但是咱若是随便交差，就亲像是献上稻仔、草仔。虽然这两种态度拢会当互事工完成，但是伫审判迄日，草仔互火烧去，一切就拢显明。所以，愿望咱会当用谦卑、诚实的态度来甲上帝同工。爱会记哩，工毋是伫教会服侍，才叫做工。工包括咱伫外面，咱甲咱四周围人的关系，这拢是工。所以，愿望讲咱尽忠、咱诚实、咱谦卑，咱嘛相信上帝会互这开花结果。咱嘛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来享受甜蜜、享受喜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拣选阮遮个卑微的人来做你的同工。阮甲你比起来，阮实在无算得是啥物。虽然阮有世间人看做真好的学问，阮有世间人看做真好的经历，阮有世间人看做真好的财富，但是主，你拢无看遮个，你看阮的内心。恳求主你帮赞，互阮会当谦卑来做你所交代阮的代志。无论是教会内面的服侍，也是阮四周围，阮伫即场的工课，阮伫学业顶面的学习，也是阮甲别人的关系，阮伫家庭中间的关系，主恳求你拢帮赞，互阮谦卑诚实来面对遮个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